我佛修一心事有嘛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连堂》，大家好，贵边。大家好，我是粉酸。咱今仔日这个开场吼，真正是恐怖的气对，氛。因为咱今仔日讲的代志吼，就是讲吼国片实在是愈来愈厉害，而且吼恐怖片吼，真正是会当甲恐怖的迄种感觉掠掉掉。真的啦，我今仔拢唔敢去便所。哦，你遐憨哦！咱今仔日要讲的恐怖片吼，就是最近足夯的咒。啊，你哪会遐尼憨？我其实吼，我看半暝仔场，啊看了了倒去，我嘛是困甲足安稳的。哈，我连咧困的时阵啊，拢感觉阮兜迄个便所内底的马桶啊，一直有声音。哎呦！然后我就行过去看，结果你知影是安怎无？隔壁有人咧上便所，配音无较好啊。哦，毋是你便所有人哦。毋是啦。哦，因为其实吼咒吼，为伊的预告片出来了吼，到今嘛，伊话题一直咧烧，一直咧烧。哦哟，3天，2300万，全台湾的人一个人捐1块银。我感觉说厉害呢，这是恐怖片无人会当达成的一个境界。所以啊，咱今仔日吼要访问到的一个人，伊吼毋是导演，是工作人员，是演员，嘛是伫花市的珠宝，咱来欢迎耶！先讲一下，靠咱恁手吼，你比的时阵淡薄仔比唔对。比唔对去。咱是吼爱安尼，先安尼啊，射过来。啊，要等下后咱这支爱连做伙，对，头前这支爱连做伙，安尼开对。所以靠咱两个拢比唔对。啊！咁会好大迄父母出怀，哎，好比较欢喜。何必欢喜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演民主部应该有看了这个电影。你看几摆？那正是看去电影院的是看2届，不过因为阮翁用迄剪接的时阵啊，拢会叫我去看一下，讲啊这段会使无，这段会使无，所以共一段吼，我可能爱看10种以上无共款的版本啊，所以我今仔去电影院看的时候，感觉咱是这面倒一个，这面倒一个啊，就变成一部电影安尼。啊，演民主部平常时敢介意看恐怖片？就少看，因为我就无胆。啊，你即早你因为导演柯梦荣嘛，啊，伊咧做即个恐怖电影的时阵，你敢有参与做去翕？有，因为我有做工作人员，另外嘛有做工作人员，我是企划，所以我有时啊买做一寡饼啦，是做一寡鸡卵糕啊，什么啊，摕去互因大家食安尼。而且演民主部真厉害，伊个有迄烘焙的证照，是毋是？对，不，我是对，我是中餐啦，啊烘焙即摆是要考安尼。哦，就厉害诶。对。啊，即个酒啊，你看了吼，有啥物感觉？感觉真辛苦，一开始有这个想法，甲真正翕出来，互大家看到。其实开了得要5年的时间，真辛苦啦。哪是找钱的嘛，就歹找的。啊，要写剧本嘛，就歹写的，因为写几啊版本，啊要去投辅导金的时阵，嘛去用退这一届的。毋是讲你有一个企划案起，啊得当去有钱嘛，嘛毋是足辛苦的。啊，你翕的时阵，其实有去山顶的时阵，足寒的，-6度，寒到要真正个落雪，就是迄今年的12月时阵有一个霸王级寒流嘛，迄个时阵足寒的，转落雪，啊大家拢寒到皮皮抓，啊真正足寒的。其实吼一个过程内底啦，我是边仔看的人，感觉还好，但是真正伫内底就是翕电影的人啊，你演电影的人，所有工作人员拢真辛苦。而且像我进前啊，我就是拢有咧看西方的恐怖片，丽英仔啊，或者是安娜贝，我全部拢有看。不过我咧看剧的时阵，我会感觉搁较恐怖，因为迄个画面就是搁较生活化，就真亲像你平常时生活都看会到的场景。所以我咧看电影的时阵，因为我是和我的朋友做去看，迄个配角都已经真恐怖啊，对无？搁有迄个画面出来的时阵，我的朋友真惊，伊搁安尼用我的椅啊，所以我的电影直接2D 变做3D，对，到4D，所以我直接无痛升级，无痛升级。因为其实吼内底有藏有庙啦，啊，迄种平常时开车会经过的路，感觉拢是咱平常时开车就会经过的路嘛。啊，庙嘛是大家拢平常时拢会去的啊。啊，佮有比如讲伫厝的迄马桶啦，安那，迄拢是平常时生活拢会，所以就感觉讲那是就是发生伫你的身躯边的关系。我有一个问题吼，就是讲吼，因为阮之前伫咧就迄个预告片当出来的时阵吼，阮都有录一个讲就伊原型的故事。啊，迄个原型的故事，敢是真正是剧本的原型的故事？其实毋是啦，应该是讲阮启发自，所以伊毋是改编，伊是启发备受启发，所以说就是完全无共款的故事，对。但是问题是当初阮是看到迄个故事了，感觉讲，既然台湾有安尼足奇怪的宗教，啊有人信这物件，阮相信讲一定台湾有真侪像伊安尼的人。
人，但是但是咱唔知呢。因为我看了电影了吼，我伫咧想讲，这个电影跟阮之前讲的那个故事完全无同款。但是阮想要甲大家讲的是，就是台湾其实嘛，袂讲真侪人，就是有一小部分的人其实是伊的信用是别种的信用，伊可能是甲咱大家拜妈祖啦、拜什么观音是无共款的，因为有安尼的关的，然后咱的电影吼较有真实性啦。规个过程吼，不管是迄美术啦、迄洞穴，我看开真正是完全是真的，有这个宗教，有这个。无啦，迄个是导演创的，有够厉害啊！而且是我佛修一心善无嘛，这嘛是伊不能爆雷，不能爆雷的。这嘛是伊家己想出来的。对。我感觉厉害呢。有真侪真特别的巧思伫内底，我感觉只要去看电影，可以当体会到。真的，我真正袂当讲伤济，因为我真正是做想要去买票看就知啊，去买票看就知啊。等下，主播拍。我即摆想要问主播，敢是头一摆演电影？头一届。安尼主播伫演电影的过程，敢有拄到啥物款奇怪的代志？完全无，因为我就是演我家己。其实吼，伫咧录进前吼，有一个疑问吼，有一部，迄是伫咧伪装室内底。迄就是花溪的伪装室啊，真的哦。一楼啦，一楼。不过迄个毋是新，迄是旧的，旧的迄个，因为阮过来有做一个新的较水嘛。啊，迄个是旧的，即摆无利用。啊，当时的经理就讲啊，迄种旧的迄个会当摕去借阮用几点钟安尼。伊想要问的吼，就是讲吼，迄糖吼，迄糖是 CG 做的啦。哦，伊是真的哦，我俩真是真的呢。我一开始佮佮讲吼，迄绝对是真的。其实吼，酒内底啊，伊咧讨论一项最重要的物件，就是咧讲邪教。其实嘛，袂当讲一直讲邪教，伊上重要的是吼，你相信啥物吼，相信。甲无相信，还是你安怎看一个代志吼，伊会造就不同的结果啦。而且我感觉酒搁较重要的是，伊毋但是有恐怖的部分，伊嘛包括讲亲情的讨论。其实我感觉内底演若男迄妈妈甲迄个囡仔多多，因两个吼。母女情真使人感动啦，然后是真特别的一个情感，我感觉大家会当去看，会当互伊感动一下。真侪人甲我讲看了，拢中有几个桥段拢互伊流目屎。你敢有希望观众朋友吼，伫就这个电影内底学到啥物物件？我感觉因为导演伊翕这个片，上主要一开始是因为要互伊的狗仔。有一只饲16年的狗仔叫黑鼻，自细汉饲到大汉，拢甲甲伊困做伙，啊，过来伊伫前几年过身去啊嘛。伫伊要过身去进前迄前半年，其实过了足痛苦的，伊就破病，啊，你甲讲爱帮伊注水，用迄电池注水。伊无落食物件，你爱灌物件互伊食。啊，伊有时啊会着着啊，伊想讲想要互黑鼻活，但是问题是要互伊延续生命的这个过程中真辛苦。啊，伊就有一工甲黑鼻讲，你若感觉真痛苦，随时想要走你就走啊，你毋免等我。啊，结果有一工确实迄笔走啊，迄工讲我看到尔，是我迄笔伫我面头前就是断气的。啊，伊无看到，但是伊就感觉讲伊无做好准备，甲伊的狗仔讲再见。甲即马伊嘛毋知是真正甲伊讲再见啊无。其实这部电影伊嘛想要互大家这个感觉，就是讲伊是一个告别的感觉，就是妈妈写互查某囝的批嘛。啊，伊想要互别人感觉是讲爱把握每一个生命的在你旁边的瞬间。咱最后一个问题吼，想要请问主播吼，伫电影内底朵朵，妈妈看朵朵讲吼，你只要心内想3项物件，家己介意的物件，袂惊。对，我想要问主播吼，感觉惊吓的时候，要你想3项物件，你会想倒3项？我会想倒3项哦，巧克力、熊熊、柯梦荣好了，柯梦荣，安尼会使吗？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感觉这个问题，以导演这个名来做结束是一个礼拜感觉。伫咧开演进前吼，其实我面前有做这个人吼，伊看过试映场的遐个人吼，伊就讲吼，这一定要半暝去看。特别有感觉啦，特别有感觉。所以大家嘛会当因讲半暝先去看。希望观众朋友吼，会当对于电影内底支持这部电影叫做《酒》。安尼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咱的第一集联动，拜拜。想要约会的啊，这真正真适合约会的时候。约会真正呢？对，你看约会的时阵，你讲我带一个。啊，暗时的时候，毋敢一个人困的时阵，看见讲，哈，我足惊，你会当来陪我困无？最佳约会电影，哎呀，把妹的电影，真的呢。